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咱搁一届大家组织伫圣殿中间来敬拜咱的主。愿上帝的恩典、甲祝福，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地，也通过今仔日的敬拜，帮助咱注目伫咱的主。无论咱这礼拜中间拄着什么境遇，相信上帝拢甲咱三角地地，相信伊拢会带领咱头前的道路。咱主耶稣是咱上大的倚靠，上大的帮衬，伊也是咱上好的朋友。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这首咱非常来熟的一首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唱全曲。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听主，互咱会当更较注目伫上帝，互咱更较深深伫敬拜甲祈祷中间，互上帝来望着，咱逐个开声为着家己来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阿罗你，所以你带领阮行头前的道路。阮常常经历伫你伫阮生命中间的疼痛，愿圣神引带阮，互阮伫敬拜甲祈祷内面，搁较深来见到你的面，来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主，阮也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注目伫你，搁较来听你。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名。
邀请的姊妹，为着咱教会中间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为着因的心灵受着捆绑来祈祷。上帝是上大的医生，上大的帮助者。咱为着咱教会这个受着捆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圣神引带。上帝的意志临到因中间，咱大家为着咱遮咱所敬听遮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愿伫天父的爸，愿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教会所有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主恳求你用意志甲稳定来遮看阮每一个空喙。每一届破嘴的痛苦，感谢你将大能力、大快乐降伫每一个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身上。就当阮向你求讨的时阵，我就深知你所要成就的，的确会超过阮所想所求的。愿你怜悯。医治每一只你所宝贝的羊仔，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最好朋友就是耶稣，难当作我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相信那边，到看有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会有放心交托主。咱离婚中间有拄着侪侪白白的事，无顺利完结，拢是主，伊拢明白咱伫家庭中间每一人来艰苦，咱一时可以邀请
亲自来掌管伫每一个家庭中间，每一对夫妇的中间，咱大家回声有着教会中间的婚姻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使了婚姻关系伫每一对夫妇中间，互因会当做伙行人生的道路。总是阮也知，阮婚姻中间有侪侪挑战，甲无够额。求你赐予阮智慧甲稳定，互阮伫婚姻中间会当用你的话来做准绳，学习吞忍甲包容。愿阮倚靠你的教示，放入自私，互相扶持，共同来追求合理的旨意。愿你互阮的婚姻成做一个伫疼中间彼此去做的见证。记得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多谢，我也请今位为着咱教会的传承来祈祷。咱伫明年就要迎接50禧年，伫这49年中间，咱看见上帝的稳定甲疼痛，带领咱教会一步一步经历伊大个稳定，对一间真细间的草寮啊，到即马的现状，相信上帝拢会带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脚步，也带领咱教会的脚步。咱教会的 DNA 真注重少年人，真注重传承，伫每一代拢兴起无同款的少年人，伫咱的教会中间，做伙经历伊的稳定甲大疼痛。我也相信未来上帝有缘会继续带领咱教会，有缘会继续引带搁较侪少年人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兴起，互咱教会的少年人成做教会的主体，少年人成做咱教会上大的调酒。邀请有敬畏，咱做伙为着咱教会的传承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帮咱，继续带领头前的道路。来跟请，起来天父，阮感谢你，成做阮每一代的帮赞，互阮倚靠你，互信仰更较坚定。虽然经历侪代，信仰有可能会流失，总是求你怜悯阮。互阮将信仰传承来看作是阮的使命甲责任，互阮通知家己伫这个世代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通过感恩、倚靠甲传承，互阮的每一代拢敬拜你，拢成做基督的精兵。心
明年57年周年来祈祷，详细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愿圣神甲咱三角地底带领头前的道路，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明年阮要行至富强教会57年，阮有侪事工在进行。虽然阮对上帝有信心，总是阮有时信心会软弱。求主带领阮，拍开阮属灵的眼光，亲像以利沙5年祈求的时阵，你就予少年人的目睭看见上帝的火车、火马围绕伫以利沙的身躯边。主啊，愿你开阮的目睭，看见上帝你大权能的手，甲阮揽条条，互我无搁惊吓。求主保守带领，互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得到你的感染。阮要为着今仔日礼拜来祈祷，恳求你带领每一个信徒，互阮伫礼拜中间，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圣神同在的美好，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力量。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字将因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遮。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旨意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伊会有福气，选择最上好的道路路牵你。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
圣诗第18首。我心无路上帝，主人引我的背，天地万有三界因下，无论伊大主名，求我参能最终，永永大海关山。天命已大观应灵的，因海公义交成。我心无了兄弟，世间情人的悲，空中回家因是出下，无论伊大主名。夜醉草坡青翠，当回归青叶水。夜更秋来，凉风吹来，风雨断离爱。我心不了兄弟，伊的本对自己。虽然歹在将心相连，共伊稳当得成，先个临到地上，那尊天地真有，天个为合做一个，应当为天兄弟。大愿灵，万米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福分伫阮的中间，互阮招做你的囝儿，互阮有机会认捌主，互阮搁较有较无的心，要来领受上帝你创造的奥妙，你恩典疼痛的喜乐，以及救恩，互阮重新得到生命，迄个上大的福分。主啊，阮遮的受伤的囝儿，拢是你所疼的，所以我要用较无追求、仰望、投靠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要敬拜你，就是要对阮的心灵全然的敬拜。主，愿你圣神来帮助阮，互阮的心较无，互阮的意坚决，互阮的恳求甲祈祷，透到伫主你的面前，领受上帝你奇妙的应允。爸上帝，愿阮今日加敬拜，所有对头到尾，拢有上帝你奇妙的同在，互阮领受主你的话，互阮吟诗祈祷，互阮做伙享受上帝你伫主内的疼，拢逐项有美好的领受。愿你的平安到阮伫地，也到阮每一个参与侍奉的兄弟姊妹三甲伫地，搁较甲阮所有每一个同心敬拜兄弟姊妹三甲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要请议员徛底，咱做伙来纪念新的改名，来明白主耶稣美好的教示。咱做伙来，你着真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由我甲先知的总拳头。我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咱要煞接下面的听书牧师做一个邀请。咱伫小等的这个讲道煞，咱吟诗的时阵。咱有要进行这个月咱的这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异地的祈祷，唔是讲这个时间较特别，是因为拄啊好大家拢聚集，所以请有要接受
这个服侍的祈祷的兄弟毕万心，咱小等的会当行到日头前，也请咱的长老、带导团队以及咱的小组长、执事做伙有份来参与伫服侍，咱也请敬拜团队也来协助，来传咱迄个吟迄个诗歌，互咱做伙来经历了上帝奇妙恩典同在，异地甲透放。咱甲咱招欢迎大家毕万心来。请咱三甲来启应，启门第14篇27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光战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互我藏伫宝贝内。伊互我伫石盘顶，我要伫宝贝内欢喜献祭。请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我的主，你是创造天地、治理万物的主上帝，是值得称赞、尊荣、荣耀、敬拜的主。你的作为奇妙，你的慈爱线到万代。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只是时时看顾保守阮，佮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着拯救世间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牺牲，担当阮的罪。主啊，愿用伊佮一摆来审查阮家己，恳求你赦免阮的骄傲佮自私，赦免我有时的软弱。恳求神重新点着阮的信仰甲生活，互阮逐日若亲近你，互阮的灵命更新，较无来军队你。愿感谢你拣选富强教会，成做你圣工的器皿。明年阮就要迎志愿富强教会设教50余年，这是你恩典的记号，是你信息的见证。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主啊，愿富强教会每一位信徒，无论大小，拢愿意领受对你来宣告的使命，愿意伫家庭、职场、社区、厝边来做见证，正做光甲盐来活出耶稣基督的使命。伫这动荡不安的一年，愿将世界交到台湾，交托对你的圣手，恳求你掌权做王，停止一切的战乱，保守台湾的社会袂陷入分裂。互公义甲真理做主，恳求你嘛使用教会，成做这个世界和平的使者，发出福音的真光甲关怀这块台湾的岛屿顶面。主啊，这时我嘛纪念教会中受苦悲痛的兄弟姊妹，恳求主圣神来安慰伊伫痛苦中扶持忧闷灵魂的兄弟姊妹。愿阮的教会毋是单是敬拜娱乐的场所，更加是一个三夫妻、三祈祷、三服侍的教会。但愿圣神亲自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的心安静，较无个人来专心领受你的话语，互阮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造就甲利益。阮的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今仔日有记载伫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的圣经节伫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
我对阿吉林所做的事，恁拢有看到，嘛知我安尼亲像因照用实在恁，带恁来规定我，当恁着切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地国中成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毋过，恁是属于我的，是这世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恁着将这话对以色列人讲。第二位的圣洁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阁毋捌有人想到。毋过，上帝已经通过信心将这个事对咱启示。信心彻底知万事，连上帝心中的旨意嘛知。圣经读者者。愿主听从伊话的人，赞美。咱请圣歌伫来赞美。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你是我的一切。美妙的主耶稣，按照说，请夏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传教的信息是：倒来稳定梦想的系列第3讲，伟大的梦想对上帝寄来。请咱恭敬来领受。你是我可的归来，你是我憔悴的灵。
真感谢圣歌队用你是我一切美妙主耶稣来带咱做来敬拜上帝。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真紧吼，咱年初打过，还佫寒寒，后来就随热起来。即礼拜就要迎起即个五月节吼。咱讲肉粽节、五月节、端午节，拢是即个节就对啦吼。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吼，讲无食五月节粽安怎？即马连破休嘛免啦，因为吼热到毋知人去啊！请大家爱保重咱的身躯，互咱知影讲伫即个天气大变化中间，咱世间人嘛责任真重吼。咱袂晓甲即个天气拢见怪上帝啦，因为吼即个大自然吼咧，像咧气温升悬感觉讲人的行为、人的破坏是其中真大部分。求主怜悯吼。可能今仔日安尼冷气开咧，毋过改成大家拢咧热风咧，毋知啥物原因。是外口真正伤热，还是咱的冷气无够冷？有一只俗无好势吼，所以大家安尼心静自然凉，无咱就请兄弟当赶快咱举一两支电风来边加减吹啦吼。大家深呼吸，安静落来，安尼就袂热吼。咱大家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领受你的平安甲快乐。虽然天气炎热，互阮伫即个日常的生活中间，加减有困扰，伫做代志的过程，炎热的天气，互阮有时拄着困扰。总是阮感谢主，你互阮的平安赢过这一切外在气候的变化，互阮领受你天顶来的祝福，阮也会当遵传你的话，照你的教示，互阮所做的荣光你的名。但阮要通过你的话，大家彼此来学习，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分享主的话，有一个4、5个单元来密集，安尼互大家迄个理解，咱较明白吼。咱今仔日要三甲分享即个带来恩典的梦想第3部分安尼。当然拢是无共角度咯，甲即个梦想、意向，个愿景有一个共款，但无共款的角度来学习。咱有讲过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咱伫信心的中间，用信心来补迄个梦想的卵就对啦。孕育梦想，你着爱伫信心的内底去找着迄个未完成，但是有一个方向梦想。第二是讲，咱爱勇敢，有真侪事的成就，毋是安尼自然对天落来，是因为你家己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意向，但是呢，祈祷上帝来动工。但今仔日咱所要想的角度是讲，咱真侪伟大的梦想、伟大的目标、意向，咱要敲出是对上帝所来。若无，有时咱讲加了工、加拍拼、加无用，但是到尾咱讲拢空空。所以兄弟姊妹，咱真侪属于讲的事，也是教会的事，也是咱个人的事，真侪伟大的事成就以前，拢要经过一个阶段，就是伫你的心内有即个梦想开始咧布就对啦吼。伫心内正行的梦想甲意向，伊就会带来一种动力、创造力，迄个能力。因为你若无咧想吼，你就无咧做。所以是安那，我看见有人吼，讲为着爱食倒一担好食的小吃吼，对台南开车到嘉义食得搁转来，啥你会想，伊迄个滋味，互你开车了车钱吼，你就甘愿安尼吼。但是咱有迄个期望是真重要，毋是安尼。咱讲较负面的话，讲醉生梦死啦，一日过一日啦，无啥物期待。所以咱的教会事工，咱国家，包括个人、咱家庭，拢是有一个未来性。这是足珍贵的资产啦吼。因安尼，咱要三脚来学习吼。这个远大的梦想是对上帝来，既然是安尼，咱就是来理解讲，上帝的梦想甲人的梦想
中间有争差，而且差真大。上帝是透过勇敢梦想的人来工作，意思讲，这人勇敢，上帝就有机会予伊。啊，你若无，根本就袂产生就对。你要甲上帝同工，你要先勇敢来做梦想，因为若无有这个梦想，任何的热情也是献身，你无即款的梦想献身，上帝就无甲你使用啦吼。所以你要勇敢来做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咱第一讲、第二讲的时候已经捌甲咱提醒啊。这个梦想，咱千万毋是想对讲空思梦想的，做白日梦，毋是迄种梦想啦。这个梦想是甲咱生活化的，但是梦想甲人的野心是无共款的。咱讲哇，这个人足好胆哦，足敢哦。但是这个到底是人的敢，还是好胆，还是上帝予你的？这个都要差别。所以人的野心毋是梦想。有时咱若一般来看，世间人真侪人共同的梦想，就是财富、名望，也是欲望、贪婪，这个梦想。这个物件本身伊毋是歹，是因为你全时间投入伫内底，你就会成做钱的奴才、名望的奴仆、地位含伫迄个所在。所以这就是咱讲野心、甲梦想、甲个人、甲上帝中间的差别。真侪人，特别是咱台湾这个政治阁毋是足稳定，真侪人迄个政治人物哇，讲规套，讲足好，到尾一个白空，咱知影讲逐项拢嘛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家族的利益，钱拢搬对因兜去，讲好听，讲袂全百姓拢得到福气，这就是讲伊个人的野心，包装伫迄个，讲我是为着公众的利益，我为着国家好，为着台湾好，这有时真容易接到白空去啊，有人暗看都真好啦。总是咱基督徒的确就是爱有这款的这个理解，咱做上帝的子儿，咱就会晓分别这个欲望、贪婪的梦，因为你若不晓分别，你有时会误会，掠做讲哇，我这款的成功是上帝要爱我做的，到最后你败伫遐，你搁来见怪上帝，这毋是真冤枉吗？所以真侪属于上帝的人，毋通将家己的欲望、贪心、梦想掠做讲这是上帝所要予我，到尾无成功，毋若是讲冤枉啦，你搁怨叹上帝，讲上帝也无要甲我祝福，问题是你是个人的，你毋捌追求上帝的意思啊，迄个个人的梦想。若是影响正人的，有时会产生真大的灾难，你敢知？灾难呢？真侪咱知历史上，真侪遐出名的政治人物，也是遐个国家的领袖，因为伊个人的一种无正确的观念，甲一个国家带去失败、对立，甚至战争呢。伫宗教上有发生一个故事这。咱可能真侪人拢知影，这个叫做威廉米勒。这个威廉米勒伊是19世纪美国浸信会传道者。伊毋知什么原因讲天才就对啦。伊照圣经落去吹传讲，世界末日伫1844年要来，耶稣要搁再来。伊讲因为伊平常时是真有信仰的一个传道者，人拢真。无甲怀疑，也是讲无感觉讲伊讲的是假的安尼啦感觉伊讲伊都对上帝领受着咧，所以伊讲的这预言哇，伫美国遐足侪人跟对伊呢。你看起来好像一条，这个伟大的事要发生对无后来这个故事咱就接袂到后来伊的追随者就是成做迄个安息日会的会长，有一间教会有一个教派叫做安息日会咱
小组长训练，咱顶无偌久才去伫即个鱼池吼，热河潭附近的鱼池有一个足水的三立神学院，这就是即个教派的一部分啦。啊，而且呢，有真侪人变卖家产呢，甲工课辞了了啊，要准备讲我要来迎接耶稣的日呢。啊，看起来伊讲即个圣经拢捌预言啊，伊只是讲我领受的预言，就是伫即年就是1844年安尼。啊，无拍算，结果是互人失望啦即个威廉米勒伊的预言就落空啊！所以这段历史伫美国因的教会历史叫做大失望The Great Disappoint， 是讲互人大家期待个。这是伫美国的教会历史真出名的一个案件啦。事实兄弟姊妹，咱也较有会兄弟咱免讲问迄美国100-200年前的代志。咱捌听过1995无？1995闰8月今年2025啊，几年前啊？30年前啊，30年前咱台湾嘛流传一个讲1995年闰8月讲迄个中国要拍来呢，真侪人真正移民去加拿大，嘛有一派教会的人烧酒讲来去拜利斯啦，来去拜利斯逃难，来去逃难安尼。有时伊发出的预言看起来改成真正当，嘛毋是为着家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到最后是失败的。你这表示甚物呢？就是讲有真侪人伊误解上帝的意向，伊将家己私人的一款想法，甲上帝这个飘头甲挂落去，讲这是上帝甲我讲的，所以会常常造成。历史上嘛有拄着真侪遐悲剧有迄种较偏激的教派，甚至带规阵的人伫遐来失去性命安尼。兄弟姊妹，咱知影讲，这个威廉米勒伊可能出发点毋是为了家己什物利益，伊真正有一个真诚的信仰，但是将家己对圣经的了解甲上帝的旨意甲划等号，伊家己的领受讲这是上帝的，所以伊忽略了圣经定定咧讲。无人知影迄个日啦，无人知，无人知你哪会知？耶稣讲插要到无人知啊！明明即个前提已经有啊，但是嘛是有人会信，你敢知？迄就像讲，咱台湾变做诈骗王国啦！明明都毋知，都袂啥，你嘛是甲对安尼，钱就甲入去啊有时人毋通太相信家己的理智毋通太相信。加问较侪人的安尼所以当咱知影讲人的野心、人的一寡想法，你必须细致检验，通甲上帝的意向有合。咱爱做一个检验啦检验，讲这是毋是圣经上帝的话啦？第一，爱甲贪心淡掉，意向才能入去你的心内。贪心什么意思？毋是讲你个人家己要利益就是你家己一个冲动，掠做这个是对的。一个出名的例就是摩西，摩西是少年的时伊梦想要拯救家己的民族。咱会记得摩西伫前40年对无？伊活伫王宫内底，看起来是大项拢足成功啊！伊看到伊家己的百姓互人欺负，伊就出手要去救。伊感觉讲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竟然伊毋但是无救着伊的民族，伊煞家己就爱逃难，诚做逃犯，咪去到伫旷野的所在。你这是甚物？无人会误会即个摩西伊的心志啊，但是伊掠做这是上帝叫伊做的所以摩西更较水的梦，也是远景无上帝同在，其实是变做个人家己的懵懂就对啦，野心甲贪婪。颠倒圣经内外一个所在，咱也知影这个故事真实，就是亚伯拉罕甲约瑟。伊的梦想内底好像就袂当实现，但是后来得到胜利，因为因是跟对着上帝做伙梦想。摩西伫少年的时阵，的梦想是要拯救家己的民族。只要以色列脱离埃及，伊就心满意足。但是
是哪讲伊共款要救，上帝讲这毋对，啊，讲这请慢的，是因为上帝的心意赢过人的心意。因为咱看起拄则咱读的经节，讲出离上帝的梦想是超越摩西的梦想，出离上帝的梦想超过摩西。上帝嘛共款梦想，摩西嘛有，啊目标可能是共款哦，但是摩西的做法，上帝讲这毋是，因为上帝的梦想超过是讲伊毋那么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迄个奴隶的砍斩，也是奴隶的即个苦难呢？伊是要竞选因成做祭司的国度。你看，偷棒啊，甲成做祭司的国度，伊的差别偌大。啊，所以咱对读圣经在讲，我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恁拢有看到，嘛知我安怎亲像鹰鸟，用实在恁，带恁来归伫我。上帝对待这以色列百姓，我尔犹太，伊讲亲像鹰鸟，甲迄个用实来甲因载，表示讲这是超过人所会当做的，啊，带恁来归伫我。啊，所以伊讲，恁若切实听探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伫列国中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你毋是要对迄个苦难中脱离啦，定？你要遵守我的约，听探我的话。我要互恁称做，毋若是受偷棒自由的百姓呢？讲恁是归属我的，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讲恁就甲这个话，甲对以色列人讲，安尼咱就看起讲，哇！上帝远景是一个蓝图，遐尼宽、遐尼大、遐尼完整。摩西只干那为着要救伊的百姓，就去拍死一个埃及兵，安尼大甲。若要讲，食紧弄破碗，甲规个代志舞了，你敢知？啊，所以有时咱感觉讲上帝计划，啊，煞你甲上帝破坏去啊！啊，这是咱讲即个伟大的梦想，啊，对上帝来的意思。第三。咱要得到上帝所说的梦想，你讲啊，我倒伫遐安尼，规日黑白想都有吗？毋是啊，要得到上帝所说的梦想，爱先甲上帝相同行。所以是安那，咱就招兄弟姊妹讲，你都要有真固定稳定的信仰生活。有时你让通过礼拜的讲道，牧师咧讲去。触动你某一个心思意念，这毋是牧师要会出来，但是照准备讲出来时，你若有上帝的意向，你就会去将佢去 catch 掉，去接掉。啊，所以读圣经，透过圣神，透过听主的话，透过灵修祈祷，上帝要甲这个梦想伫迄个无意中，还是讲无法度，迄个不知不觉内底。放伫你的心内，啊，所以你讲爱甲上帝同行，迄个梦想毋是凊彩黑白来，你爱有灵修，有亲近甲上帝的即个互动就对啦。因为咱家己基督徒有一个真明确的即个理解，就是讲，咱开始咧做计划以前，其实上帝已经为着人计划好啊。伊是讲，咱拢是上帝的计划一部分，只是你要发觉上帝你心中的计划。毋是你想一个计划，讲上帝啊，你照我的哦，毋是，是讲上帝啊，你伫我心中有甚物好计划？因为掌管宇宙的上帝，伊已经规划着世间人甲万物的未来。所以，基督徒，咱计划家己的人生以前，就爱先专心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甲计划啦。啊，佫重要是会晓幸福，会晓顺服。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的野心甲上帝的计划。会当调整好势，是你先追求，先祈祷，先渴慕，毋是先想好，再来甲上帝讲，我要安尼，啊，你就要照我的。哦，迄次数差真多，迄前后无共款。啊，可能佫就爱讲，当你的想法甲上帝想法有差距的时候，你会想讲啊，这敢好，这敢对，这敢应该，啊，你爱学习来会晓。来遵探上帝的意思，会晓顺服。
啊，所以咱会当做一个理解，就是讲，咱拢是演员啦，啊，导演就是咱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咱人生的导演，伊有写出所写的台词，有写出台词啊，咱咧演上帝所编的剧情，啊，咱都爱听上帝的声。什么意思呢？这导演伊要演戏铺排，伊叫你讲这个话有意思的，伊你讲这个了是要线接，线接后壁面要怎甲人接着。啊，你若家己黑白想黑白念，哇，甲后壁的台词都袂合，对毋对？啊，所以上帝甲咱安排，咱要做伊的演员，就是爱听上帝的话啊，你爱照上帝指导来做啊。啊无迄剧情黑白编到尾，你嘛毋知你咧演啥货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专心听上帝的声，忠心顺服。所以听主的声，忠心顺服是咧足重要，就是讲你也会晓超越你的情感甲理性，用信心来军队。若无你家己会想讲，这甲想都想无啊。摩西嘛无感觉讲上帝是哪，互我安尼导咱走来伫旷野，啊，这上帝的意思是甚物？所以你若无顺服，后壁就无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急的代志发生啊。佫像是咱爱会晓听上帝迄个微小的声啦，微细的声，微细的声，因为摩西最后确实发觉伊家己的使命，就是伫旷野。伫迄个气皮在火烧的时阵，去听到即个声，伊到迄个瞬间正式开始改变，伊接受上帝的梦想，伊家己的梦想，甲上帝梦想目标可能是要共款，但是伊的做法、甲伊的赞处、甲伊的格局拢无共款。啊，所以摩西伫旷野咧气皮中间听见主的声。讲你着爱照我的车牌，我是自有应有的上帝。上帝宣告伊家己伊的梦想甲伊的目标，伊讲摩西，我要叫你来执行，你要甲鞋啊脱起来，就近这个气皮，你爱举一支拐啊，来指挥我所有的百姓行一个自由的道路。啊，这就是咱基督徒，你爱操练你的听主的声的功夫，毋是安尼规个就噗噗啊，根本都无安静落来。所以是安那，咱教会推动灵修，推动读经，推动抄经，推动祈祷会。讲啊，你都爱来教会做礼拜，毋是讲爱甲你束缚，是因为这个是对你领受上帝旨意甲使命，这上基本的就对啦，上重要的部分。啊！你当咱照安尼行的时阵，上帝就会将奇妙的应允赏赐伫你的身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毋是等摩西出世才临时计划要拯救因的。400几年，哪有可能讲摩西出世，上帝才想到咧？早伫亚伯拉罕的时期就开始准备这个计划，一代过一代，上帝的声愈来愈明显，伊的计划愈来愈显明，甚至。这份计划的摩西，因为安尼来对伊改变，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奇妙。但是咱看圣经出来记记，甲后来的经文，咱知影讲，事实是以色列百姓无听上帝的声呢。迄是勉强，还是讲经苦袂够啊？所以就对摩西讲好啦，对你行。看到出来去过红海，哇，足感动。但是呢，无真正听入心啦。所以，无明白上帝的旨意，拄到一个状况，拄到一个小问题，伊就一再埋怨，无顺从摩西的带领，所以毋则以色列百姓伫个旷野安尼漂流40年，伊背逆上帝对因刑罚，所以这是因无顺服的结果。假使因若是亲像摩西听到上帝的声，因甘心顺服。事实都无这40冬的苦难啦，也是讲无这40冬的劳苦，因为因无认真听，
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嘛有真侪咱拄着人生的坎站吼啊，真无顺遂啊。你爱先想讲吼，是毋是我无听上帝的声，无照上帝的意思，还是你一直咧见怪、咧责备，还是讲你咧怨叹上帝无听你的话咧？啊，这是咱基督徒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拢爱拄着的。你会晓追求上帝，你心中你有愿意顺服无？还是你无听见？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前提，对无？你都爱听伊的声，过顺服的生活。因为安尼，咱才能活出上帝为咱所计划有上价值的人生。上帝嘛透过摩西吼，以色列百姓来传这个异象啦。啊，今仔日上帝嘛透过圣神甲咱讲话。上帝透过圣神甲咱讲话，咱拄则有读《哥林多前书》2章9、10到10节，伊讲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到的。意思讲，哇，这拢将来毋捌听到，啊，这个要安怎？伊讲，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哇！将来毋捌听到，毋捌想到，啊！毋过上帝确实有啊，伊是安那？伊毋捌听到，毋捌想到，要安那？伊是透过圣神甲你讲，因为圣神彻底知万事，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啊，所以基督徒事实啊，用一个角度来讲，是咱一生拢是咧细致、咧敲吹，还是讲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啊，互咱。所领受的，甲圣神甲咱指示的是共款的，兄弟姊妹，因为安尼，咱免行至50几年，咱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有你家己的目标甲计划，咱有一个真清楚的方式，就是追找主所赐的梦想。上帝若梦想甲你的追求的是共款，你就足辛苦，你就毋免行冤枉路。都毋免过以色列百姓40年漂流的生活。兄弟姊妹，顶礼拜咱都有听到这个阿亚老师吼，对玉山西人的老师来咱遮分享吼，见证。伊有带咱唱一首这个回应诗啦。这首回应诗叫做《主基督，你的答阮就答》。中间有第3节吼。话词都甲今仔日的主题有相像就对啦吼。伊讲主基督，你疼痛催逼阮，互阮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夜景袂了工，枝叶无成熬大丛。兄弟姊妹，是主的疼来催逼咱，互咱通做梦。安尼意思就结连起来啊，表示讲。上帝伫你身上有真特别的旨意啦，嘛有可能是一群人吼。若要讲上帝伫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放落一个旨意，互咱通做梦。这个梦是上帝要爱咱做的，毋是咱黑白想的。所以咱50几年的筹备委员会，大家定定开会，定定想。这个无哈就搁改，改了再搁来。印证，再搁来追求，安尼表示什么？就是讲咱通做梦啦。咱这个梦是夜景袂了工，加做的，袂加做。枝叶无成高大丛安尼。这是咱对这首诗歌的歌词，互咱真好的学习吼。所以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心意，咱拄则有讲起啊，毋是先决定好，咱叫上帝甲咱做哦。毋是先找好家己的路，才来求上帝甲咱帮助，安尼处事是毋对的吼，处事是毋对的。但兄弟姊妹，咱若是看见主所互咱即个学习，咱就知影讲哇，真好，真水咱看见上帝互咱即个美好，所以，假使咱若是用即个方式，咱先决定好要。行的路，甲求上帝帮助，就会含落伫什么？甲一般人伫迄描述求不的共意思啦。因为甲其他宗教无什么无共啊。
你先设好目标，先甲即个神明求，讲求你若互我有，我才来甲你拍金牌，也是甲你奉献。你等于甲伊个神讲条件嘛。即个心态，就是咱讲咱先甲咱的想法讲好，叫上帝要甲咱做。所以，咱爱提醒家己，毋是你想讲上帝啊，即条路我要行，我要做即个事业，我要做即个工课吼，你一定会甲我帮衬。哇，即款的处事吼，有可能真正是啦。上帝讲即个好，但是若毋是的时阵，上帝讲即都毋是我要爱你做的，你家己要做，发生代志就麻烦啦吼。有时咱看见讲真侪教会、真侪个人因咧开创设教会，也是宣教，有时有真侪代志，嘛是有时家己想的。到尾吼，哇，失败咱见怪上帝呢？想讲这是上帝要叫我做，其实毋是啊。嘛有真侪人想讲我足爱宣教，就安尼也无准备，就走去国外要传福音，到最后吼失败，因为伊也无甲教会领袖讨论啦，也无接受训练啦，也无寻求资源啦，所以一个出国去宣教，哇，即个国家你无了解，因的法律你也无了解，过来伫遐生活袂顺遂，气候食物卫生拢无好势，到尾身体出状况，怎工课拢怎失去，怎只好就倒转来，康有一个热心，毋过到尾煞无成功，因为你用家己的想法，来叫上帝甲你完成。兄弟姊妹，咱追求上帝计划甲旨意，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而且是透过圣神甲咱印证吼。第一，上帝回应追求伊的人，会透过圣经来回应，也透过圣神来甲咱感动。所以意思讲要追求吼，一定有一个你爱细字去听，一定有一个信息互你。咱嘛捌听见真侪兄弟咧做见证，讲上帝啊，我要买一间厝，到底是对啊毋对啦？这间厝是毋是适合的啦？伊就开始追求印证，吼。所以上帝会回应追求伊的人啦。第二，爱确认这个梦想是真实还是虚假。若是出于上帝，你祈祷心就愈火热。咱无定讲祈祷了就无感动呢？感觉讲做这个代志吼，改成我也无啥物感动，无啥物热情安尼吼。所以这是梦想是真实还是假？第三，你是毋是有察验内心有主赏赐的平安？当这是上帝启示的时阵，有极大的平安，遐烦恼拢无去操烦拢无去对内心来庆祝。兄弟姊妹，最后咱要三甲勉励讲，咱伟大的梦想对上帝来是咱爱带着顺服甲信心来向前行。照上帝计划来活，就是顺服信心的生活。因为顺服的生活会伴随着牺牲啦。你若无牺牲，你讲我要顺服的是假的所以有时，甚至保罗讲我放下俗世的事，将家己完全献上。亚伯拉罕的顺服，伊是做到极致，是爱将家己的囝献予上帝。这就是一个放弃顺服的上高标准就对啦。这亚伯拉罕最后，上帝讲：你把你的囝来献予我。真正伊把囝揽去到伫祭坛，准备要将伊献祭。咱若甲想讲，这个故事可能一个经典、一个典故。但咱若甲想讲，我是亚伯拉罕要安怎？我是100岁才好不容易来生着这个囝呢？上帝叫我甲这个囝献上，安尼实在是足歹顺服的。我规矩嘛也好但是伊却是安尼静静来顺服，因为伊是互梦想所引带的人，所以伊通相信。第二，拥有梦想，异象就用信心来行。咱拄有看见讲亚伯拉罕伫罗马书4章17节安尼甲咱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迄个叫死人复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啦。叫死人复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这实在是真奇妙。因为伊讲，伊伫主面前做咱世人的爸。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信心！
因为上帝通过亚伯拉罕的献祭，看见伊的瓦靠、仰望甲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属于肉体的人，常常是用家己看的为准啦，用家己看的为准，甚至讲我亲耳听到、亲手摸到、亲嘴去食到，才会当相信。咱讲这是感官主义啦，足侪人都用这个来做标准，但是无相信迄个属于第四度空间迄个属灵的世界。天国是目睭看袂到、耳孔听袂到、喙去治袂到的、手摸袂到的，但是你永远相信，这是这个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魂的，甲咱属上帝无共款。属魂的意思就是讲，我相信科学，相信理性，相信印证，无合理你就无要相信。这是常常人掠做讲是铁律啊，讲这无安尼无成的，无用的。但是上帝所行真多新约技术拢毋是用科学去底下来理解。第三，梦想是上帝话的语言，上帝透过伊的梦想跟咱讲话，甲咱讲，伊望咱活出什么款的人生。所以梦想就是咧对上帝的话行。最后一项，咱专注的梦想，特别要注意，常常借着祈祷来看讲，这是毋是属于上帝啦爱分别梦想，来不断努力。所以有一个譬如就是讲，上帝好亲像迄个收音机在播送，你也要先顺着迄个频道你的频道若无对你较听都听袂清楚。毋是即阵亲像咱现在电脑遐方便啦，电脑内底有几千万台的迄个收音机中，甲指落去迄个信号就出来。较早咱要听收音机无输囡仔时代迄伫庄口要听收音机是足艰苦啊！你都要慢慢调，迄阵是调谐器毋是像数位安尼，所以调袂就吱吱叫，就搁刷一个，歪一个，讲这对着这个频道啊。上帝频道你若无对准，你要得到这异象，会晓听主的声，时时来警醒。兄弟姊妹，你有甲你的频道转往这个上帝的频道无？若无你看那阵无听到声就无效。基督徒用灵修、礼拜、祈祷、读经来甲上帝这个频道来平准，这是上帝所予咱迄个远大梦想对上帝来的价值。愿咱大家伫你个人、伫你的家庭、伫你的社会、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国家，拢会当用到这个准情，也是讲用这个模式来了解上帝伫咱心中的梦想。当上帝伫你心中的伟大梦想，当你追求的时阵，你就有这个动力。像咱的教会，咧迎接50几年的梦想，是咱来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咱就有迄个动力开力，是全员兄弟姊妹拢感觉这个是对，这个是主对咱的呼声，咱就有迄个开力甲勇气，而且是有迄个动力、精神去甲伊完成。愿主亲自赐福恩典疼痛伫咱的中间，咱只是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开始准备咱要做医治的这个服侍。咱请兄弟姊妹准备心，也者服侍同工准备心，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来领受你圣经的教示甲指导。主啊，你呼召以色列百姓，毋只干那是要互因脱离奴隶的捆绑那定，你阁爱因诚侪祭司的国度。诚侪见证上帝你恩典的百姓，主啊，我也同款，常常咧追求，求你帮助互我，毋是家己的血气，也是个人家己的想法，是因为阮细日推测超吹，上帝你伫阮心中的旨意，就你要帮助阮，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所做工都袂了工，愿上帝你的听，也甲阮。请你姊妹三甲同在，甲阮教会要庆祝50几年的事工三甲同在。我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下面三甲要有份做一个服侍的祈祷。咱有真侪兄弟在问讲
我个人有需要祈祷，但是我要为着家庭的人祈祷，会使？我讲会使啊，因为咱是要大家同心自执啊。所以这时我要请敬拜团同工也麦久吼，来甲咱做伙唱这首《主我自由》。伫咧吟诗的时阵，咱就免客气，5楼、4楼的兄弟，到这护士团队来招呼，咱甲头前做同心的祈祷，咱来吟《主我自由》，感谢主。大家勇敢，准备来到主面前，甲主祈祷。主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请免客气，随来吼，咱行路免赶紧，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勇敢，勇敢。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请丢了，请小组长，请大岛团队免客气，奉主的名，你就有这个权柄。就自由，谁敢随我，乐可担当。咱请服侍同工较侪哈，咱需要较侪人来服侍小组长，小组长搁一遍。咱小组长中集，个咱的大岛团队的同工，你有主托付你的属灵的权柄，来加做大岛者。若无到位，咱坐第2排哈。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谁敢随我，乐可担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咱音乐细声，因为咱今日较侪人吼，咱同工无啥教。咱有诶，咱听这你若还未甲你服侍，你伫边仔静默祈祷，咱即开始来做服侍吼。咱无够诶，无够人吼，来咱第2个再来。咱当开始咧服侍的时阵，咱搁细声来吟这条诗歌，囡仔来吟这条诗歌。咱开始做服侍吼，无够诶时会让其他人来协助吼。安静细声来讲吼，细声来甲伊讲。咱请敬拜团搁带咱轻轻仔来吟首《主我自由》。哈利路亚，感谢主！到伫主面前，心内有艰难需要，甲祈祷求上帝甲阮成就。每一个到伫你面前的，上帝你亲自应允因呼求的声。上帝，你降落圣神的规律伫因的身上，感谢你。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跟随我，乐可担当，自信为我自由。咱继续祈祷，为人还未服侍着，咱举一个手，互同工看到你，搁继续唱来。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谁敢随我？乐可担当，主
主的心话，予我知。主的心啊，站起来，咱唱这条副歌。主的心啊，请兄弟起立好无？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劳苦重担，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即时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到伫主面前，要领受主应允祈祷的人。亲爱的主，我的上帝，阮徛伫头前，才会遐尼姊妹，兼在心内有看路忧愁，也是艰难苦毒，有的是身体有病痛，需要治疗。主，我的上帝，阮将这个对身体的祈祷甲愿望摆伫上帝你的面前。主啊，你有应允，当阮若对你恳求的时，你就要听阮的声；当阮拍门的时，你就要甲阮开。拜上帝，求你应允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需要，伫你面前的祈祷，求你亲自应允，求你成就，求你医治，求你透放。拜上帝，你有应允。主耶稣为了阮受苦，阮要得到平安；主耶稣为了阮鞭拍，阮就要得到医治。是你对着耶稣基督大权能的透放，所以要赢过一切世间的病痛劳苦，因为上帝的应允赢过所有一切世间的关系。感谢主，愿你也保守阮教会中做者伫周报内面所报告这兄弟姊妹需要代祷的，求你也亲自应允，医治到伫因的身上，伫线顶。伫阮在座无甲你头前的兄弟，阮的需要甲欠过，也求你亲自来成就，互阮看见上帝你是奇妙的主、应允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透放的主，你是修饰丰富恩典的主。愿你成就伫阮逐个人伫你面前所恳求的，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感谢主，大家请坐，拍拍欢迎主，哈！感谢主，咱请坐，等下坐哈，咱请坐。兄弟姊妹，伫咱开始奉献进前呢，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节目，就是咱要请中营女中的同学来报告因这个教会这个学校的主日这个报告。今仔日有咱本会的葛义华老师伫遮，咱徛起来，互阮甲你鼓励一下个林立慧同学。来，你到头前来报告咱中营女中互咱了解。来，请来，不要客气，来。大家平，谢谢。大家平安。我是中营女中餐饮科3年的学生，我的名叫做林义慧。今仔日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真欢喜代表咱的学校中营女中来去请安。我要用影片来讲中营女中的故事，请大家做伙来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地
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见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请大家时常为着咱的学校中英路中来祈祷，多谢大家。咱这个教育学校事实，除了中英中学、中英路中哦，咱这个附近的这个中英大学嘛是咱基督教学校。咱知影讲，伫最近这段时间吼，台湾的学校拢无好经营啦吼，所以咱继续为着中英中学、中英路中大道求主来备办吼，才会好的老师、好的学生伫遐受造就，特别有基督教的信仰，传福音伫中间吼。咱多谢葛一华老师甲同学来甲咱报告，咱甲时间交予咱的执事，咱准备来奉献吼。请咱三个来奉献。请咱来起你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
请坐。咱先开咱招报的最后一页，咱来读一首一金句，咱来读2解。那咱做伙来读。着孝敬父母，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安尼做，恁就会逐项好势。伫即个地久长徛起，一夫所思6章第2节。着孝敬父母，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安尼做，恁就会逐项好势。伫即个地久长徛起。一夫所思6章第2节。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主题是夏牧师，司礼是杨执事、圣级执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具体交通的本会消息的第1点，本会伫今仔日5月25。下晡的2点到5点半有举行小组长教会传福音的牧养的记录，咱邀请李牧师来讲道，来指导咱来学习。咱来看第4点，本会定伫6月8号要举行排球的联谊比赛，伫咱下晡2点到5点半伫中营中学来举行，佮比赛的项目伫咱1楼的报告拿，请咱来看。佮咱来去训练哦。阮囝已经去练2礼拜啊，所以咱莫伤过激动啦吼。咱知咱咧开6日台，所以咱莫伤拼。咱也少年仔着无要紧。咱来看第7点，共款伫本会6月8号的主日，咱会举行咱的新礼典，请咱兄弟姊妹咱备办心来参加。咱来看第8点。6月20到22，拜五到礼拜，咱会邀请咱的蔡牧师来陪灵做周会，佮下骹这时间，请咱的会友，咱就家己来细看，拢是伫暗时的部分来举行，佮请咱备办心来参加。佮咱来看第9点，共款嘛是伫本会，咱的伫6月8号，因为咱是圣灵降临节，有全球的祈祷会。所以伫下晡3点，伫南门教会举行圣灵降临节的专道祈祷的会，请咱会友若会使嘛去参加。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兄弟姊妹，我先来做介绍啦吼。有2位新朋友伫咱中间，第一位是秋兰姐妹，秋兰姐妹来站起来，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欢迎你哦。欢迎哈，秋兰姐妹。佮第二位是蔡宏宇弟兄，宏宇兄来，请站起来，我甲你欢迎，欢迎哈。真欢喜，我听咱的介绍讲，伊伫咱即个东门帝国咧做管理咱有真侪咱的兄弟住伫遐甲伊做朋友，欢迎你来，常常来好，请坐，欢迎你有一寡消息，我爱用投影片来报告啦我请咱的同工，咱会放转去伫咱的礼拜的投影片内底咱拄则周报内底有几项重要的事工，牧师要甲咱做报告第一个就是讲，咱48果子学员服务师团队咱小会有接纳准备要甲即个社区儿童陪读班纳入咱教会事工。进前是拢自然执事，甲一寡同工因家己私人咧推动咱教会感觉讲即个真好，会当线接这小朋友入来伫咱教会所以咱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要为着自然执事来甲伊做定个车牌的动作啦伊最后任务就是讲关怀社区小学的同学咱是免费减轻因的负担，培养因的信仰真理、传福音、好的品格、建立学习的态度啦这是咱就是因推动2档有真侪妈妈甲小朋友一起伫咱教会咱感觉讲哪会当整体性由教会来做一个统合所以咱就接纳这个事
咱这个是因目前特别为着这吼，自然之是因有一间418咖啡伫咱的国小边读册煞咱带因来到遮吼，是足用心就对啦吼。因大概有接触遮的学生吼，那慢慢人数咧增加吼，嘛有一寡同工老师咧加入吼，这因是每一个老师有一班来负责安尼吼，这是因目前的编制啦吼，编制已经有一个团队的编制出来，咱无一一介绍，咱只需要是以自然知识诚做一个调集人安尼，这搁来就是讲。要安怎甲因带来教会，这是真无简单的事。因为复兴国小虽然近毋是要对遐甲咱教会还佫有小距离。有真侪教会咧做这个课后陪读班是因为教会伫学校隔壁，真方便，囡仔下课就行过来所以咱这是要努力克服的所在。但是咧有发觉讲，这事工真重要。特别咱教会50几年最重要就是儿童甲青年嘛，咱。家己的会友的青年儿童以外，咱遮是一个真好的管道，互遮个欢喜接受教会的即个培养的遮个囡仔，会当进入到教会中间这是因的几张的相片，咱看一下这是因伫迄个课后陪读班真温馨啦因迄内底的制作真水、真清幽遮拢同工遮拢同工安尼。好来，第二项，咱看周报内底嘛有写咱明年要迎接50禧年，咱知影每一个周年庆有2项重要的物件袂使无，第一就是迄个标语伊个 slogan 就对啦迄个庆祝的标语，佫一个是咱的迄个即个叫做啥？有一个迄个 logo 设计的一个好，即2个咱伫英文讲前半年，咱伫即个时间就慢慢要甲定落来。但是大家创意想足多啦，已经提足多，往想100几项的标语到尾想出大家慢慢睇，讲即6项、即6个标语咱要互会友来投票来投票。即6个标语咱印伫周报，嘛有放伫图卡，咱会传互大家。咱伫楼骹有2种模式投票，第一个投票就是讲，你有一个 QR code 咧，甲你爱甲寄咧，甲投出去第二个是咱有个较年长的会友用写讲我要倒一个安尼，伫楼骹有人甲你服务好来，遮拢总有6个标语啦6个标语咱搁小详细看，这是 QR code，若无因周报内底嘛有啦，互你看一个无一定对银幕来翕啦好来。这6项牧师招咱念一个，好无？你若念了会顺道，感觉袂歹咱大部分拢是华语的啦所以咱非常顶落讲，哪会当毋知有台语的无？讲大家做伙共识为主啦来，第一叫做一起来念，来预备来。好来，这第一号看有当选无？爱投票第2号富强50。福上加，第3号富强荣光再现，第4号见证主爱，这是8字的啦过来有较侪字小可来，做伙念第5，传承主使命，第6，富强办事纪，展示营。我最近有参加2个。咱台南的机关因嘛拢有即款 slogan， 拢用了袂歹，应该后礼拜搭起来互咱参考，讲人因安怎想，我知有 YMCA 嘛 ，YMCA 70周年咱的荣泰长老，佫有另外咱即个新老病106周年伊拢号出一个足水的话语。即6个要拜托咱安尼用你的方法来投票，大家有参与就对啦我想讲这互恁去想就好大家参与较深刻，你会较会重视嘛咱另外迄个，咱有一个 logo 咧筛选要出来咱嘛讲下半年慢慢爱搭伫咱的明显的所在伫迄个网络啦，大家知影就是要招咱的共识，讲咱教会都咧做我袂使脱队啦，爱大家做伙努力过来，咱排球赛咱已经报过咱拄也听到咱总个执事讲因囝咧练你若无练互人
拍啊0-15袂使啊。好来，咱阁有植入学夏令营天才好管家吼，开始咧报名。即届吼，因为要教伊囡仔安怎理财吼，都爱3年级以上才有接受啦。所以你若国小1、2年啊幼稚园，即届就较袂当吼，真歹势吼。阁有无？好来，即马吼，这是我牧师加落去的。咱有报名106周年要去凤山参加感恩礼拜吼。咱除了一只游览车是由上年以外，咱请在座的兄弟，你看者，你的名有伫内底无哦？好，拜托，因为吼，咱有一寡代志要参详啦。吼，因为报名是单纯，但是有一寡配套的行程要甲你参详，所以即个名单内底吼，第一场礼拜若你有名单伫内底，搁斟酌看者，那请问才甲刷走吼，即名单甲留，你等下礼拜刷来头前。牧师甲恁参详一下吼，咱要安怎行程要去要转来，大家有一个共识，都敢若即17位就好啊吼，其他毋免插袂要紧。上年有45位要参加，伊另外一个独立的车吼。好，请这名单大家小看一下，牧师搁做一个补充吼。咱感谢主为着要庆祝50周年，有真侪事工加出来，所以咱小会有决定有要聘请杨淑玲姐妹吼，要诚做50周年事工的特任的干事，意思有一个特约啦吼。大概到明年这段时间要请伊来帮忙咱50周年足侪杂事啦咱拄仔讲这个 slogan 啦这个标语要怎设计啦咱的编辑的册要怎来甲伊完成哦，即种足侪新的事工所以咱有邀请伊诚做咱的特任的干事吼。搁有一个报告，就是讲咱即个礼拜的拜六吼是端午节要休假1天吼所以办公室原则上是本来是无上班，但是咱有协调了讲，可能有一个当工会留落来留守啦，但是咱迄天咱拜六的聚会，因为假日嘛拢全停啦吼所以若有啥物代志，应该你若有来教会，有人留守就对。搁一项吼，就是讲咱的基甸牧区吼有30-40位要伫周末就是拜5、拜6礼拜要出外咱也为着因祈祷，因为因等于野外礼拜的性质啦吼请大家互相代祷安尼吼咱搁一项特别报告吼，就是咱伫楼骹1楼吼有咱的即个喜乐小组，伊特别收集足侪的物件要来做义卖吼咱昨昏一个排落足侪人好，拢先敬足侪去搁有真侪好的物咱礼拜三若有闲落去甲参观一下，因为因遮义卖就是要为着418搁为着50周年来做奉献吼我听讲昨昏已经卖2-3万3万块吼真踊跃哦吼有真侪好的用品，咱有需要咱会甲伊交关就对吼搁提醒一遍，遮的名单吼名单请遮的兄弟若第一场有伫遮，咱留落来头前若无第2场会阁补充第一场若有像牧师甲恁讲安尼好，用安尼甲恁做报告好，咱来准备做结束。上音，请咱因上音的诗歌《俄勒天定主宰》，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何牧师作导。俄勒天定主宰，从这地的高海，保万民，朗朗的波天，当心俄勒兄弟，俄勒三位一体，每家相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底，对即时到永世代拢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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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默祷，请坐。